新闻独家镜头来关心，这是住伫台北市北投稻香路161项民众最近是在外要闹事，因为边仔起厝工地为今年2月开始做工程以来，且逐工安尼出入拢全拖沙，规个乌碌碌。自好讲，甲搭已经检举几落届工地拢无改善。咱台视新闻的记者嘛来到现场看卖，落尾发觉起厝公司已经知影消息，赶紧派人来清路。台北市环保局嘛接到检举，讲今年甲搭已经开21张罚单。来可能会派人来到现场过，较接来检查。大马路2条长长黄色的车痕，全部拢粗水刷石，看对边仔积水嘛，因为透着刷石变甲是落落，要转去厝的路变成安尼，互民众真困扰。那个砂石车经过的时候，然后那个轮胎都没有洗。若出入造成困扰，奥多摆车壳也有轿车的车门嘛，拢用着厚厚的一层涂刷。民众拄仔将车洗好驶转，经过这条路了后，规台车阁变做敢若是无洗共款。开到我社区下面的话，就是车道啊，甚至我下面的地都会常常带一些土。台北市北投稻香路第工地今年2月动工，进前建商来做出土工程，卡车进入，轮胎有刷石，刷拢无清洗，互路面拢变做糊尾啊！民众是真困扰，去甲来投诉环保局。环保局一直到顶个月20号为止，已经接到20件的检举，嘛按照废弃物处理法第27条，对经造商来罚3摆，因为已经是累犯，会来罚较重，直接用上重的6000块，搁来开9张罚单。他虽然有做一些冲刷，可是感觉就是结果还是把路面都弄得蛮脏乱的这样子。实际转来现场，甲前2天的做法完全无相共，加派出真侪的工人来咧加强清洗路面，但民众就惊抓落来第2阶段出土的工程继续，搁会来环境的污染。出土的施工工期程是从11月10号开始，那为期2个月，我们会派员进驻稽查。噪音啊，还有这些沙尘会比较重，我们也会持续的要求现场公务人员要注意。工地建设难免会造成环境的问题，只是就要接超过20摆检举，才要来改进。恐惊身厝也未起好，就先拍歹甲厝边的感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